为迎接1周年庆，户野日式料理特别邀请艺人股东白云及王彩华担任一日店长，并结合两人的名字推出白云套餐云朵虾松及彩华套餐红鲟海鲜粥，让饕客们及追星族在享用美食的同时，就好像在跟偶像约会一样。我们就是接手这间户野，已经超过1年了，所以今年举办这个周年庆。那今天就有推出，就是白云哥的一人套餐跟彩花姐的一人套餐，还有2人的专属的桌菜。对，我们就是有一个很大的改变，用一人为主题，然后推出一些融合日式、台式、西式、法式的餐点，把它融合在套餐里面。白云哥就有帮他专门设计一个云朵虾松。对，它是用越南的春卷皮去炸，然后起来的话会像一个云朵，对，然后包一个虾松进去，那个就是也蛮有海味的，对，吃下去让你漫步在云端。对，然后彩花姐就是有一个专属的红鲟粥，对，它是用整只红鲟下去包的。白云表示会投资这间餐厅，也是因为儿时玩伴的一句话，当下没怎么考虑，马上就答应，1年过去了也没失望。王彩华也说，每次回到故乡来这用餐，都能吃到很好吃的料理，让他很开心。陈董，我的同学，我很受不了他，他一通电话来就说，你应该汇多少进来，我们来共事一家好吃的餐厅。我说那可不可以？你不用多想，你就汇进来就对了。彩华也是莫名其妙，因为呢够义气了。因为彩华也知道说，他只有问我。白云，我们可不可以？我说没有关系啊，就算被骗也算了啦。乱讲，不能乱讲。那没有陈董的人是真的非常的好，因为他跟白云呢就是同学，那他生意做得很大。那因为常常要在外面吃东西，后来吃了这一家呢，刚好老板呢也想要就是换个跑道，所以呢。陈董就说：“那我们改嫁落来了，嫁落来，安尼就这会来经营啊。”回地拢家跟那家己的所在、家己的厝同款，而且我又是台南人，所以呢，一回到台南这个温暖的故乡，又有一个很好吃的日式料理，我就觉得哇，很开心。位于仁德区中山路旁的户野日式料理，在美食之都台南，用实力及美味，成功征服了一票老饕。未来也会持续推出各种新菜色，让消费者尝鲜吃不腻。记者张硕维采访报道。